小心，小心！不用不用。真子哥哥，你找的功夫做好了没？曹文培在幕后读书诵经，一身情惯哩。那宋年公，昨夜聆听当三经，所以呀，一个懒觉睡到大天光。你呀，真是一个小懒虫。哎，小懒虫，干什么？我这就去听你这一拿手的心话嘞。哎，不要啊！这拆了身份的嫩多多，我才舍不得拆给你。好吧，那你喜欢无敌，我自己去替你打雷。哎，少年哥哥，少年哥哥，真子哥哥，你看少年哥哥这份傻劲呀！这份傻劲啊，也是为你高兴哦。哎，你的找功课呢？啊，你呀，打开我的找功课呀！来，真子哥哥，一边把师傅慢慢唱念，一边用力的使劲昂修成。耶，好些的我的锦囊哦，鲜艳无地上绚丽缤纷，我深深两对翅膀玲珑有神。真的有这么好吗？好的哦，同是他不管送谁，生怕谁生迎接专制飞腾。真子哥哥，我知道你最喜欢我的，是啊，所以这个锦囊是我为你绣的。是吗？那我给谢谢你绣出这份珍贵礼物的灵巧上手。这既是用手，也是用心修成的。用心？那我该听听你的心，一定和我跳得一样的快。哎，你的身上有一股我从未闻过的悠悠淡淡的清香呢。我妈妈生前说，这是月亮姐姐撒下的桂枝天香。桂枝天香，怪不得香得特别这样好闻。我妈妈还说，只有真心等我爱我的人，才能闻得到。真心等你爱你的人，那我今天闻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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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到了！看，这许多蝴蝶，哎，蝴蝶，喏，好多啊！哎呀，可是它们的翅膀都弄伤、弄死了。死了也好，这样它就跑不了了。可是我不喜欢被网在网里的蝴蝶。是啊，快把它们都放了吧！哎，都放了！你可知我为咱这些蝴蝶花了多少力气嘛？刚才我遇到了父王，他见我跑得满腿大汗，心痛的嘴巴都为了你。可是连他都明白，我这都是为你高兴，喜欢嘛。你是为我高兴，可是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我能喜欢得了吗？是啊，好吧，真是随你高兴，哎，喜欢怎样就怎样吧。哦，那我在父王先为夫去了。哎，宋妮，哦，对了，我刚才听父王说，你母亲病伤大症，3日后需要奉旨赴亚洲长城，死去至少3、5年。哦，你快回家做准备吧，从年告退。天哪，怎么说这就要这样？因为啊，你不要紧，我知道你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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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知道母儿她喜欢你，我去求她留下你吧。啊，不过我母亲她10多岁意，她不会答应我留下的。再说，我是她的独生女儿，你该是很同意。这倒也是。可是这3年5载，该多久多长啊？不管多久多长，我都会想你、盼你、等你回来。啊，这是我母儿送给我的一颗宝子，她说在你危急回来看中可以救你。啊，我把它送给你，带在身边吧。啊，多谢真子哥哥。起来。从今以后，我有宝子相伴，就知道你在我的身边。从今以后，我有金王相伴，也是同你在我身边。但等归来重逢，相信兰花生在阳春一去。兰花生在阳春一去。是吧？好，让我们放兵，那在舞蝶吧。好，来。真子哥哥。
上去！我去！太子，快进！什么好消息？哎呀，为这小年小的围巾，皇后娘娘刚才吩咐了，下午10夜为她接福。是来，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我的凝眉了呀！哎呀！不过下午开宴，还要等上2个时辰。2个时辰？哎呀！这2个时辰，我该是我熬过啊！凝眉呀！真是故意不是亲生少年，早长成昂昂一声浓之情。宋金道士有张金旗，黄道金一人，东城梦为还与梦，梦里我男儿滚蛋美人子，唱一片属于自己心田地。凝眉呀，历经3年相思苦，有多少知心话要告诉你？历经3年相思苦，我是你上一途送归期，为什么久别重逢在眼前？2个时辰，恰比3年还不太子，看你等得心情，不是到御花园去转转吗？到御花园？你近来不是总要捧着锦囊到蓝湖畔去看看墓地，放松心情吗？好，到御花园困不得去。哎，这里孤孙死。蓝湖岸
好一个3年相思终不悔哦！哈哈哈！你是真是哥哥，孩子，快去见你的新丈丈吧。是啊。真是哥哥。妹妹。我与你或许在归里失去心。见过孩子。哎，我还是喜欢你儿子的称呼，记得那时你叫我。我早是梦想的明媚千里相思永心我把这情囊是替还你，大天眼中都是你，夜来梦里更是爱。
的是你，天上云布水中央，花成盈盈弯，是你。梦里梦外都是你，我心中弥漫着浪静。从今后，这次之岁也知老哦。天荒地老，人不老。是啊，父亲和弟哎呦，原来是你们两个啊！你们啊，扬州历此千里，一路之上你辛苦了。辛苦倒不怕。这是一路之间，这田园欢舞，把心塞不辜负，令在心头。是啊，这也正是我心中隐语。我与父王不分朝政，一心礼物求长寿。我与杨妃无法无天，全权托应。我有朝中大臣欺上瞒下，报喜常有。真是故你从小顺根领袖，如今又有个有名，你可要好好规劝进谏呐。是啊，可惜为我真话之间，才招致杨妃记恨，屡屡无言加害呀。真是哥哥啊，英妹，你不要担心，母后的一句叮咛话，我已刻骨铭心。他说，身为皇家子，理当心怀黎明，保养庶己。正是虽官歌唱难免，可在淫威面前，我也绝不低头哦。好一个心怀黎明，保养庶己，因为面前绝不低头，此次胆色向您敬佩。不，倒是为兄敬佩你哟。身为女儿，恰有家国习惯。啊，英妹，我都想和你一起，像那永不分离的蝶儿一样，一起嬉戏，一起飞翔，一起扫风天下。这是什么主意？叫你怎么工作呢？他喜酒他的，不对呀，此内王宫内院，不早不得进京。那得我去看看。去吧。哦，真是哥哥。哎，你不要担心，允我
谁呢？你们想造反吗？滚！你老子诚是来讨饭的，我的目的真是堂兄。你宋年哥，你终于回来了。宋爷，随着宝剑求情红衣。我新太子就是来捉拿杨妃女到正式的新太子，他怎么会变成新太子？那我家太子，哎呦，这去，新太子的父亲一旦即王位，正是吧？就乖乖的当新王，服了吧？新王，新太子，你得了太子之位，你还三心领结二世动官，固守自清啊！不，向你炫耀无为呀！从年世子不他才，从必想得太子位，论朝纲要比传言四目不，我不在今年到这几元来，要比同当结有在我红子情那侧真是堂兄，你的父王母爱已经闻归素庙了。你说什么？王母爱已经闻归素庙了。真是公子，父王，父啊！真是公子，来他！宋爷，请恕我上上面见新君。面见新君。好，恭喜丞相，恭喜丞相。星光压轴，早鞭炮，诚心登陆随我堂，不测了那批生死官，家娃一阵话，给呀就给呀，给怕就给怕，是家有闺女也是花，两朝太子都爱他，一个是四杀中天，一个是江湖色相。常言糊涂不藏富，为寻配在问的天家上，我玄虚是当作去。
究竟是啥？我是啥？启奏万岁！父王登基，乾坤初定，臣等以为，为免政治算动前朝余孽，陛下应起草斩草之根，震慑天下。可无有别者，叫陛下是何听的呢？哎呀不啊！曾师兄与我们内国事之情，杀他无辜，万万不可。天下差异，曾子和亚非分明同当，真是无辜。何况臣闻他在狱中玩假银故事，对万岁宣泄冤恨。哦，真有此事？万岁不信，可选他当堂审问。选正事，选正事。我的里披甲带锁，查求上京言一声真情，小事正是拜见师傅大臣，他当正是万岁加减还口称师傅，官当何才？陈师傅乃先因国若自强之力，于何不可？万岁，怕了，怕了！正是听说你下才天牢，万贯家银故事，发泄对朕怨恨。啥是怨恨，却有怨恨。万岁，你听。你听，我怨恨的是死妻不能死身服用，妻夫能制止亚非胡乱，又不能保护李南双亲。今朝天大冤枉难以洗清，深造积怨有可复生，倒不是跟随爹娘前下还愿已不小心。法允来龙之去路，生死同根。皇上有权，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正是众人鬼门也堂堂正正也。今天智上万事是狂妄嚣张，万岁对他万不能姑息养奸呐！正是你吼他的胆，你以为朕为一念事情，不顾枉法了吗？这也不枉。千岁万岁！殿外有一女子是凑丞相之女香菱，求见万岁。哎呀，万岁呀！臣女不知，求万岁宽恕，臣这就对她委屈，严加管教。慢着，王儿，这香菱就是你常常提起的那个深有异象的女子。正是她，她和甄子道兄都是孩儿童年最好的伴侣。好，既是丞相之女，那朕倒要见她一见。宣是，香菱觐见。在湘江风也见。
一平生，谢万岁。你是为正事求情来了？生女来，既为真子求情，更为万岁敬意。好，念你坦诚彻言，正是你负责，请管将来。万岁永禀，生女相迎，今言皇上，亚非传君护心万丈。陛下为民之害，奸事乱党，身等救父，送朕上岗，万定民心，虽不松也。朕是一家乃乱中遭殃，事出意外，亲身追亡，甚至被杀，身心自杀。亚非也想视他为谁，立家上来送念之孝。可少中有人，无视真相，落井下石，无为同当，即使凌月同为四月同葬。神以为陛下初定江山，理当官路破江，看清神剑上二生肖心脏，赐他上京亡灵万丈，给他家族不贼四方，自此爱生一片，便算是两丈，定水称颂天下传扬。恭请皇上真无所罪，生死为外，本得无量，黎民万邦，地久天长。恭请皇上真无所罪，黎民万邦，地久天长，地久天长，地久天长也。正内领将李四爷，只见他，只见他。这是真是怨恨太深，对朕不敬，不能不成。万岁，据臣所知，曾子平之喜好发发，不是让他下发为甚？下发为甚？对，这样既杀了才又成了果，再派他去往罗布寨去，为贼民肃静祈福，是此贼也好彰显陛下宽有容人之德，敬天理不自惜。这个旨意好，这个旨意妙啊！弟弟，这个旨意好狠这个旨意确实是好，是此朕去免去正事私财，下发为甚，接着去再去，一生肃静祈福，再不碰朕退朝。是
万心乱。这是生不是死，生不是死，这是生不是死啊！我家理当心怀礼义，保养肃静。心怀礼义，保要从今，难忘师母真真祝福。纵然是生不是死，也要夸，道道看空。道道看空。母的母儿啊！歌唱，我戏歌唱，时来运也转，万岁卿下子，从此当国场，相迎配太子。前日不去也中此，今日调来金龟子。小姐生性刚烈，不到时候，此事不可泄露。是，小姐你哦，只要带他去花园了。该死的，你连个人都困不了，他一定是去了芭蕉，万不与我罪。罪！夜深
今天已经过分，还想去八角外王不能，与我绑了回去。妈，弟弟，女儿与正子是小就有心意，如今他要愿意，女儿去送他，谁情谁理？你不要再做梦了。正是去的再去找一王爷，他就有10条性命也回不来了。正是一辈子不回来，女儿就一辈子等待。可他已出家做和尚啊！他在房外，我在闺中一样悲悯，今晚一样良心相通。你既这样死心塌地，那我不得不告诉你，万岁下旨已封你为太子妃，于中年今年怀婚。我也不得不告诉你，杀将别晚婚，我宁愿死在秦地。你是违抗旨意，那就等于要了正子的性命。弟弟呀，你为我变得如此狠到了呀！不是弟弟在变，而是这世道在变，人心在变呐。弟弟，如今正子性命在你手中，要请求门命，要命求其行。可真是杀死，女儿也一定随他而去。相应啊，相应啊！为父，你就这样来对待为父的养育之恩吗？不是女儿不知报恩，是弟弟的不该欺君害人。记得小时候，弟弟你时时都依从于我，实是舍不得母娘的孩子，伤心。今日里就弟弟最恨，在一生女孩一次大要怎样依你？方女儿才见真实一面。我要是答应了，那你今日一见，就是最后一面。你是为此死也。当着地狱，永不超生。我们走。小姐，
花人泪，鸟惊心，三月共江山妇女情深放，地府花香何此心？莫道风光翠花落，难比人心更真意。从今心房遗恨，谁中诉？明日孤醉身飘零。明年定看他留意，外事几内叹自从前还是疯狂的智慧，与多少人被攻击进雷蒙城。如今见你落难，就没有一股神来送迎，真是神经叹我哈！人各有志，何必勉强？何况我已是方外之人，更不该留恋这些尘世的事了。孩子又梦到鬼子提香了。是啊，我的是英妹，英妹，外面风冷，快上床吧。
宁妹，真是哥哥，我担心你被你父亲困死，不能来呀。是差点来不了他的意见。弟弟已经把我紧紧地关住，可我不能不来我知道呀。，我知道。真是哥哥。这一腔山水迢迢渡尽仙，破庙盏灯下是从理是真，是小妹难随风帆看君去。正义的家山万千心。多谢你们。在家山，初根故乡是谁无根来行定谁呀真真正一捧丝丝累累云，大专台上心中情，一片冰心真上家常岁岁，心错千句，身在穷途，更连温馨。可惜是我辜负了你的万千之爱呀！你们。真是哥哥，请讲，请哪来？你在我的这颗宝子，它既能接到救命，还是有命把它带在身边吧。多谢你们此次为我洒下。小姐，江上欢乐，你陪殿下饮几种日剧去去欢吧。是啊，我俩虽不算饮，可今日聚会非同一般，咱今一定要饮。给饮的。这次婚之吉人，催命父，这生死劫我须巧应付，为保他平安到路北。
青灯古佛上天啊，银土中风平，浪一行头为君安逸，修身修上修根尘，从此让风筝断了线，难为你也没安慰把与他分。村村安逸，贪乱世生生，黑混沌。我本是乾坤有人在，今恰身蹉跎岁月。无内神，生生世意莫相称，三代乱追。九三星，只觉得一人一人，你疼疼，你疼疼。心麻麻，心腾腾，谁大大起身身。
山北难追得追只见他到水翻红云，婆娑迷离真情意，是与他破的桑桑花情。翠兰，他真的走了，只怕今生再也见不到他了。心到了最难分析，万分。
袈裟包子一起，是最绝的把心愿，从此决然是空门。三更梦影里，把尸体颜亮，真可最有理。蝶儿，今生我穷途末路，趁机弃梦而去，你巧挽泪送我。蝶儿，蝶儿，请上随我一拜。不杀。不杀！李先生有死辈心怀，休将一场倾盆大雨冲去这所死的苦难吧！为什么这个你能说出雨下雨落的早把力气来？一定是水力比身高，老子你让我们都指望何有？有，这烧野菜有什么水力呀？那你呀，力气也是少了贡献了呀！今天就做成你生意，做成我生意，可以，去。各位老公，不好意思啊，
先付钱再吃饭。我还没有吃饭你就要付钱啊？连年光彩，世道不好。来，不好意思，来。好。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近来灾区来了一位高僧，能治恶疾，还救了不少人命。对，听说法啊，叫智慧人。哎呀，法门出身，因开阔红尘啊，才去做了和尚。我会听说，不是说道之子，才会踩地走那一定是天上神仙下来。都已经3天没吃饭了，还夸什么神仙下凡？师傅，来歇一歇嘛。顺心初定家门开，出家人不知不是归，忙他边山来，曾经就是这嘛。三千，我珍馐披过贵溪，一杯清水，一口素斋就已足够。你去求店家不是吧？来，大家再提你。平生几岁，阿弥陀佛。这不是还礼。店家，我师徒已经3天没吃饭了，相信店家是一顿斋嘛。是啊。这个，小弟并无在外，请师傅特别赐去吧。他家长不能好为，施主就把谁主这位残羹，失去我们了。不，这饭菜不干净，这样不得师傅。店家，不行好。店家你不得好。我是老的，你不肯死在外，佛爷发怒了，放心啊。你这腿上有旧伤啊！这条老烂腿出手挂脓1年多了啊！对我，那为什么不好好诊治呢？再光加上瘟疫，这山里土里都是得气，治不好啦。让我这里困困吧。三千。哎呀，都是脓血。等我把脓血写出。这脓血一推一张，往一动，大师不能写，不能写。呀，滚就这样。清凉透心，师傅懂了。这边呀，送给你，早晚各付一次，本够用，修个心。多谢大师，多谢大师。年轻高僧，能是我家。哎呀，莫非这位高僧就是智慧人大师？奇怪，平生不好智慧。哎呀，果然是神仙不是？老大，他把招待你才招待他。哎呀，大师，是的，这饭实在供不得大师。哎呀，师傅不得。哎呀，
前，出家人切忌屯城，殿下既有不便，我们还是去别此花园。师傅啊，小人这里我还是分碗米菜，望师傅不要嫌弃。是都谢。请坐。死不得！去吧。真是放羊，阿弥陀佛。为何这米菜有股色腥味？想必是大汉瘟疫连连来到，这灾区的野菜也遭污染了哦。阿弥陀佛，原来是老朋友来了。怎么，你也想尝尝这米菜的滋味？不想尝？那是何意呀？只见他为非是王，不敌火高，是有邻人来相告，可敌有子多灵心，且随他进房团起。你是想我自己苦干，却也等报？不，大灾年头，店家吝啬也是无奈哟。何况我是出家之人，世代为外，更不可偷着人家东西呀。我们还是走吧。理性点儿，这也不理。看来这谷中定有秘密。即刻不给魂飞他山，谷中是过神哟，血斑斑。等着的翻上道途，气难从。唐去水库，先狂蓝马，
参，今闻要一参一会，是谁是牛中谁伴中下地狱。水难还水难还。嗡阿波揭梅罗萨玛哈卡拉玛安多玛曼达拉阿拉巴尼达雅嗡阿波揭梅罗萨玛哈卡拉玛安多玛曼达拉阿拉巴尼达雅嗡。私财是民间，今日我春船万绪，真无逃。师母醒醒，师母醒醒！三千，方才是不是禁止我？要多多体谅黎民的辛苦啊！是该体谅，百姓苦的只好用野菜充饥了。三千，方才素日米菜，乃是神药
死罪。可怜，只好神就神啊！先就命才相连，何管死罪恶行，这是不与你我万年皆测方成。万年皆测方成。三千，为师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和尚，本以花园为标，在路上不慎踩死了一只青蛙，于是他为自己杀身之过，整夜心神不宁，总觉得半夜有恶鬼要拉他进地狱。第二天清晨，他又回到那条路上，发现昨晚踩到的不是青蛙，而是一条苦瓜。心惊登时色转，可见天堂地狱一言之间，似水深水一念之内，一念之中可有天狼之别，天灾人祸皆有因果，善念恶念亦不自遥啊！哎，被师傅这么一讲，我也好像悟到一些莫言所心来了。佛法圣光，要断绝所言，了无所依，少不得显心，可修啊！三千，放在街上名路，不知所为何事啊？是朝终于大喜，万岁大赦天下，到这去来访了。阿弥陀佛，但不知这大喜大喜啊，大喜！三千，哎呀，就是中年太子和香菱小姐被当真亲啊！什么？他们俩拜他成亲了！两位师醒一醒。
所幸。为什么分他欢心？思君所念有烦，郎牵绳，为什么色空空色难以空？算心求情，好难行。为什么江山难似？因子泪一算是剪不断啊，理不清。看真是肌肤回心，结从是玉肤回根须熬饮。那番经上不是还神，佛子本愿一生心，算一不在今生心，记得养润言，不在谁的心，相应家中年，本是好归神，只愿他花在就是红日红，我就给为他亲人做过度诵经。从今后不就不的思想真先生。
10年，天下昨日丰盈，可王儿一病不起，太医也束手无计。万岁心痛无奈，张邦寻求仁义，尚能妙手为成。无关贼上应欠粮，有关贼连胜3劫，可望把铁叉把上，无有人血落地。菩萨，菩萨，求你救救我儿相迎呐！今天好点了没有？陛下，三思本同意，来路即去路，哀家已经定在高皇，你救王人，把王儿好好抚养。子头。子头，听子同盘算色归路，恨不得将他所有凭通一举过。16年，怎为自他动他有心思藏，怎才更后对他母子多加关与恨无自痛你将我终为妻，因为贵，你将我以把心为心，过桥宁一夫，相信你前行一份。
一切都听王后的。正用富贵，受恩宠，随结泪水。接报进宫来了。哀家已经禀杀高皇，快神息引了，当发他去吧。啊，可听说那高僧私下拒载，救了无数灾民，送进去后超度了2万王翁，乃至1万门奇人。万岁一下子命他立刻进宫，为娘娘牵线把门。喜悦高僧到，高僧请。
两鬓霜白酒新醉，巫山有事惜神飞，不堪为师莫为谁。阿弥陀佛，定生见过娘娘千岁，并生谢娘娘。娘娘之病皆因心气郁结所致，只要心结荡开，便是算仙缘。平生之力有报之一空，叩见娘娘跪呀！凡事皆有报之，快拿这家一块。娘娘，这个报纸好似哀家的小文呀！请问大师，这个报纸从何而来？此报纸乃我西游佛门师兄所赠。是你咱们师兄所赠，可是哀家已经无药可救了，法师，请问娘娘，此佛之乃我师兄祖传之法，还在口中，可以救命吧？我在口中可以救命，是他，一定是他。法师，哀家想想法师，当天一生。娘娘要当听的是谁？这个人同你一模一样，他也是个出家之人，说名就叫真是。娘娘要当听此人，平生不但神圣，而且就是我那佛门师兄。就是你那佛门师兄，那哀家正好有啊，托你娘娘，请讲。你师兄因素不传，神龙在，我应将历史难登那台，请转告的无花香从里一旁，守过永远的无人生死。这家人踏上三千云水路，十方之内
为不相宫中少问师兄，他敷衍的真情一生美，算心事一往情绪一片黑，君娘娘两见师兄修真归。平生报此回路，娘娘，我与师兄结为浪迹天涯之人，彼此心心投合，重复姻会。我俩常在船灯梦影里无手中上，共守不见。既是此，发誓可非为哀家送进西房。准子。情。
一定最高，一定最高。告诉他，那恩生一生，一夜心啊，我会。为他留下一条根不造成今天康婚，心间生苍天呐！分此言是有生非破，君郎本愿。吃掉根比他生父内死难从，亏他欠他还不清这心债。后知千军反君从，亲家专告你师兄，皇上对哀家怜惜恩宠，待太子比亲生还亲，他真是一位世人中的世人啊！是啊，师兄妹妹弟亲都关爱在心中啊！娘娘，请将宝子换在口中，可以救命呐！不必了，风雨少离人，闻怕随风去。我只发誓，你空会明白哀家的心啊！明
吧，明吧。世间缘分，归乎是算，聚散离合，皆生死双而终。刹能草船得解脱，无分一己心中。必胜定将这爱无暖意转告师兄。法师，为谢你受我所托，请转过身来，谁将生生不，平生是不起洋洋千岁之宝啊！法师放心有功，儿家一定有份。娘娘，其实
路见生财二是神，其实我心真意真千庭香，其实我梦里梦外梦中人，梦外梦，梦不完啦。人为孤茶有来生，再说梦中梦着只手同到老，请待你师兄姐姐将我抱。让我的心跳提进你心生于远，夜有秋。归宿有门，夜有空。历经苦难沧桑，穿越地老天荒。看破放下的自然，策我
其4分，换转苍天。